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2月23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師啊。今天这個指數又是衝高回落，尾盤呢又勉強拉起來，維持一個體面。三大指數一度集體翻綠，截至收盤滬指漲0.07%，深圳指漲0.27%，創業板漲0.41%，走的確實有點勉強有點乏力這給人感覺就是搖搖入墜連着走了幾天的小陽線好像沒勁兒了，衝不上去了。而且所有的板塊輪動非常快，就是一天的行情，第二天想再延續一天都不可能。所以這個對這個金融消費者來說這操作難度加大，你唯一的能做的就是持股不動。但是持股不動呢，對你也不知道你那個股票是不是上海建工滬深兩市成交額1.9萬億，比上個交易日稍微多了幾百億，這個量稍微有點增長，但是都在2萬億以下就說明這個資金不是很活躍。全市場1495只股票上漲，3652只股票下跌，也跌多漲少所以說今天對這個金融消費者來說是很不友好的一天。我們再看看這個海外機構又在唱多胡適外資公募看多2026年 A 股衝5000點，科技成長成牛市核心引擎。這是新浪證券報道從整體外資公募的表態來看，基本認為2026年大牛市將延續，在新質生產力的主題下進入到精耕細作的階段。至於對2026年點位的判斷，保守者也看到4500點一線，而激進者認為大盤有望挑戰5000點。一位不願意具名的外資公募人士指出，2025年市場熱點輪動迅速，不同時間段包括算力、新消費、創新藥、固態電池、商業航天等都成為市場一段時間內的領漲品種。2026年這種熱點輪動的格局有望持續，在大科技方面確鑿無疑下，能夠挖掘出性價比高的賽道，能夠降低投資的賠率。外資持續掃貨中國資產。這個據華泰證券最新報告，截至12月20日，2025年以來，全球投資中國資產的 ETF 累計獲得831億美元的資金淨流入。就行業分布來看，科技板塊獲得外資流入最多，達95億美元，主要來自美國和歐洲地區。95億美元這只巨資由這個港股和內地的股市分享。所以高盛他就認為咱們這個牛市要持續到2027年，到2027年底咱們還要再漲38%。他說我們預計中國股票牛市將持續，但上漲節奏會有所放緩。以高盛首席中國股票策略師劉進金為首的分析師團隊在周一發布的報告中表示高盛分析師認為中國股市周期正從預期驅動轉向盈利驅動，在這一階段，盈利兌現與估值溫和擴張將成為推動回報的核心動力。報告指出，中國企業盈利明年可能增長14%，2027年或繼續增長12%，而估值擴張程度在10%左右。高盛分析師重申中國股票市場到2027年可能再上漲38%，什麼意思就未來2年咱們還要再上漲38%，這是高盛的觀點目前來看，無論是國外的還是國內的機構都是異口同聲看多中國股市，認為牛來了。現在還沒看到有一家唱空的，說這個2026年不行。就連這個證券專家劉繼鵬老師，他也是看好2026年。他認為2026年機遇大於挑戰。大家看視頻您看好明年的市場嗎？我覺得我還是比較看好的。第一，從股市過去的8個月終於站上了4000點，儘管沒守住，這也在意料之中的。因為坦率講，這個年頭歲尾的各個私募機構它都要結算，所以後邊的情況應該也還是在4000點以下徘徊。但是我想從整體看，我覺得這一輪嚴格說最高上漲了將近有1000點。我們從3040，這是4月7號那一天的點位，到4034，將近1000點。那麼現在呢，漲了800多點，這也是很罕見的。我們現在的市值最高的時候，我們曾經有22萬億，現在只有19萬億。這19萬億不僅國家隊都掙錢了，嚴格說，市場裡從財富的分配來看，不管分布的是否均勻，如果把股民當成一個整體來看，有些人也賺到錢了。
所以这個過程就是財富從無中生有啊。我曾經說過，其實創新就是要無中生有。這個詞我們過去較多的貶義詞了，嚴格說就是對資本金融來講是一個中性詞。我們就是要做無中生有的事兒。比如說我們的大模型 DeepSeek 雖然是換方量化的機構，但是錢的來源是割我們韭菜，它的出路在科技這一頭，帶領中國的科技企業緊緊地咬住了美國。像我們的新能源汽車，就這種例子比比皆是。因此呢，從這個情況看，這個領導層現在就認準一點，我們要發展高科技，而發展高科技不能靠銀行，銀行不會跟高科技去結盟，我給你貸款，因為你那兒有風險，誰知道你能不能成功啊？它一定是要一個強大的資本金融體系，一個強大的資本市場，才能助力中國把高科技真正發展起來。現在我看這兩天大家一批評量化對梁文峰的批評也很多，你這樣下去的話，大家說了，這種屬於不公平背景下，你剪我們散戶的羊毛，割我們的韭菜，你去發展偉大的事業，這個能不能夠再坦蕩一點，再君子一點？我們股民要做貢獻，我們也可以啊，你這名聲也把我們也燒上也行啊。現在呢，等於是在一個不公平的市場裡，靠割股民的韭菜，等於成就了我們的大模型。當然，我們也仍然為祖國驕傲。但是如果我們不解決資本市場不公平的問題，你是追求不到真正的效率的，而且也是不能長久的。所以從明年看，我們的領導層都嘗到了甜頭，發現股市錢來得快，而且這個市場是低洼的。中國發展高科技必須有一個強大的資本市場，而這個資本市場這僅僅是起步，因此這個點位拉800多點，何其難也，非常不容易。大家知道，我們的三巨頭聚會，然後匯金、國新、成通，再加這些大的國字號的金融機構了，都在這兒拉動，所以國家的類平準基金也投入了。在這種背景下，豈能讓今天的成果再喪失掉呢？所以我想這是從歷史上看，從未來看，明年大家還是比較看好的。我們的很多科技成果在這一個時期集中爆發了。我們不僅是新能源，我們的醫藥、生物科技上來了，大模型也上來了，包括一些像無人機啊等等，這些基本上都在噴薄而發，馬上就要產生成果的時期。所以明年我想，一方面科技成果的轉換會加速，另一方面資本市場一旦恢復它的生氣，一定能夠再次向我們的高科技注資產生活力，像我們這一輪資本市場把科技股帶起來。我覺得這裡邊實際上股價高，他們的定增也上來了。我注意到這個端午季定增它又融了50個億，我們每年的這個以上市公司的配股增發應該說是也是很普遍的，所以這樣的過程都在潛移默化的支持我們的高科技。因此我是比較看好明年的，機遇大於挑戰。而且從國際形勢上看，美國現在它的戰略安全報告也明確了，它把那些比較空洞的要當世界警察摒棄掉，它跟中國嚴格說就是一個經濟上的競爭了。那這種競爭，現在的科技水平，中國可不輸美国呀。你說大模型也是，那將近有3/4都是華人搞出來的，包括英偉達也都一樣。我們到各地的这個基礎設施建設、橋梁、隧道，基本上現在議題都是中國。高鐵還有生物醫藥也都上來了，生物醫藥發展非常快，而且都是創新藥。現在我也很奇怪，可能也是叫厚積薄發吧，所以我是比較看好明年的。實際上2026年如果說指數走牛，我覺得也有可能，就是指數牛市這個不排除因為這個指數已經被操控了，它實際上這個既不反映國民經濟什麼晴雨表，它甚至它都不能反映
你這個胡適的基本面，我想這個應該沒有什麼爭議吧，对吧？幾個銀行股、保險股，幾個中字頭的股票，到時候主力的吧，國家队一拉一拖，你指數想跌也跌不了，哪怕是对吧4000只股票下跌，它指數没怎麼跌，能穩住。所以說啊，聊這個什麼指數已經沒有什麼意義，對吧？就是指數牛市。但是啊，無論是25年還是26年還是27年，即便指數啊走牛，這個跟散戶賺錢它是2件事，對吧？這個我一直在強調啊，你散戶在裡面想賺錢太難，就是指數走牛，你也可能賠的褲子都沒得穿。實際上啊，对吧？各方面數据显示啊，即便是今年的吧，今年指數漲了将近1000點，80%幾的散戶是賠錢的，你怎麼解釋？還有2000多只股票，現在的價格比2025年1月1號要低，對吧？還有很多股票還在創新低，歷史新低。但是一方面指數是一直在走牛的啊，对吧？已经到了4000点了，所以很多人容易有誤区啊，一听說指数牛市，馬上就以為自己能賺錢。像散戶你賺不到錢，科技股敢追嗎？什麼人工智能，對吧？這好幾百億股，1000億股，你買一手就得多少錢呢？那小散戶根本不敢追啊，一手他得10萬、20萬的，哎，就这些股票漲。等到你散戶追的時候，對不起，人家就出貨給你，你要不追，它就漲，一直漲，對吧？就像銀行股一樣啊，散戶啊按捺不住，咬牙切齒跑去買點銀行股，結果人家就開始回調了，哎，3個月不動，那幾個散戶能扛得住呢？別的股票漲得呼呼的，對吧？結果你在這個銀行股裡面睡大覺，結果一忍痛，對吧？把銀行股割了，你一割，人家就開始漲了，對吧？散戶你就逃脫不了這樣的命運。所以說啊，不要被帶歪了節奏，不要聽那些機構一說牛市你就興奮，那牛市跟你沒關係啊，對吧？散戶想賺錢太難了，除非你就買一些指數這個產品，但問題是，對吧？這個沙灘上建高樓，你也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垮下來。這麼多海外機構、國內的機構說來說去說牛市，說的都是波段性機會、階段性機會，都沒有說未來我們10年、20年以後就是牛市，一直漲下去，沒有。都說啊，現在最遠的是高盛看到了2027年，其他的都說2026年啊，說明它是個波段性、階段性機會，而且這也是這些中介唱多啊，是最不靠谱，對吧？中介一唱多，無非就讓你買，你一買他才有活幹啊，他才有錢賺。整個經濟的基本面沒有變化，甚至還有惡化，然後整個的資本市場的基本面也是在惡化，有什麼改善沒有？欺詐上市、財務造假、操縱股價、非法減持，杜絕了沒有？愈演愈烈。所以說啊，指數牛市不等於散戶賺錢。實際上今天啊，最重要的2個新聞呢，不是關於股市的，是關於資本市場啊，這個標誌着一個時代結束。什麼新聞呢？是資本大佬啊，一個被抓了，一個被判了。誰被抓了呢？就是前不久的吧，咱們也介紹了啊，浙金中心不是爆雷了嗎？涉及幾百個億啊。那浙金中心後面主要的那個它融資方就是叫祥源系啊，祥源系也控制2家上市公司啊，不是就爆雷了吗？红星新聞報道啊，100億富豪喻發祥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祥源系實控人喻發祥已被警方採取刑事強制措施。12月22日晚，祥源文旅交建股份、海昌海洋公園同步發布公告，公司實控人喻發祥因涉嫌犯罪被紹興市公安局採取刑事強制措施，案件正在調查過程中。我記得當時浙金中心爆雷的時候，還有好多人做夢說政府要管他們，政府要替他們解決，那怎麼可能呢？政府哪有那麼多錢呢？等这钱被人騙了，非法集資非稀啊，能追回來多少就打個問號。這位紹興的啊知名人士，對吧？商業大佬，也是胡潤百富榜裡面的排名靠前的啊，現在進去了，名下有3家上市公司，又能怎麼樣？刷脫了。好，這是浙金中心爆雷啊，導致這個祥源系啊實控人被抓。那麼被判的是哪個呢？判決下來了啊。新浪財經報道啊，央視新聞啊，多位中植系管理人員一審獲刑。中植企業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局主席高某某等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一審判決。2025年12月23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首批提起公訴的中植系管理人員、中植企業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局主席高某某等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就非稀啊，进行公開宣判，对被告人高某某
某等人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至4年6个月不等，并处以罚金，就是还要罚款。被告人高某某等人作为中植企業集团有限公司直接負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責任人員，違反國家金融管理法律規定，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攪亂金融秩序，其行為均已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法院根據各被告人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決。被告人家屬、部分集資參與人以及社會各界群眾旁聽了宣判。本案案發後，公安機關全力開展涉案資產追繳工作，現追贓完損工作仍在進行中。為什麼說一個時代落幕了呢？自從3年前是吧，中植系的創始人、實控人謝志坤莫名其妙死亡，對吧？健身以後啊，實際上這個結局就已經注定了。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諸位啊，如果對金融市場有點了解的，那麼你在10年前，對吧？那中植那絕對是如雷貫耳。在中植之前，恐怕大家也記得啊，明天系覆滅。好，這些大佬啊，資本大佬都跑到國外避風頭去了，避了半年，一看好像沒事，又回來了。為啥呢？他說他的祖國一刻也不能分離，因為這樣的傻子多啊，韭菜好割啊。你到海外去，你不管去哪國家啊，是龍的盤着，是虎的臥着，就你那一套玩不轉，分分鐘就被人家要麼罰得傾家蕩產，要麼就逮到牢房裡坐着。你所有在國內啊混得風生水起的大佬，到海外都是老老實實的，因為你那一套只能在這兒，只能嘎這樣的韭菜，所以他們啊又紛紛一看沒事，又回來了。回來等到那個安邦，對吧？安邦一查的時候，這又跑了，又到海外避風頭去了，避了半年1年的，一看又沒事了，又回來。謝志坤就是其中一個，回來之後徹底的就嘎了。10幾年前啊，你在北京，如果你做金融，你要不知道中植，那你叫什麼做金融呢？對吧？你在市場上不光是北京啊，其實在全國一樣，你跟哪個房企打交道，跟哪個礦老板打交道，一提到中植都是如雷貫耳，大名鼎鼎。可以說啊，一個資本帝國就這麼覆滅了。48名高管啊，最重的判了14年，最輕的也是4年半。這曾經的這些高管，這些這個管理層或者小幹部吧，都得退贓。現在你看公安機關還在追贓完損，就是你在那工作5年，你那掙的那工資，對吧？那獎金老老實退出來。你說這些，先不說這些人他的罪過有多大啊，我說實際情況就是這些人很多他買了房，對吧？在那比如說他就是上班嘛，在那上了5年，對吧？業績完成的好，當個小頭目、小組長，對吧？管着10來個人的小團隊，哎，一年能賺個100萬，這100萬他不得交稅嗎？這100萬他不還得買房嗎？對吧？買車還得花嗎？結果這個時候啊，你讓他退，基本上都是暴雷啊。你現在房子不值錢，你把房子賣掉也不夠啊。當初800萬買的房子，現在只能賣400萬。所以說啊，不僅害了很多這個所謂的投資者，也害了自己，對吧？每一次我一說到中植，我就想起了這個中植的業務員給我打電話，還鬧個笑話。恆大暴雷以後啊，還沒1個月，大概2021年10月份吧，我就接到了這個中植下面的應該是大唐財富吧，還是什麼新湖啊？但具體哪個財富我不知道。他中植下面是4大財富公司啊，給我打電話向我推銷新能源理財產品，但是好像年化是8還是10啊，我不太清楚啊。因為當時不是恆大剛暴雷嗎？我就是想調侃一下這個業務員，我看看他有什麼辦法。我說我買了恆大的理財，現在還在維權呢，你有沒有什麼辦法教教我怎麼維權，怎麼把這錢要回來？結果那業務員一聽說啊，你現在沒有辦法了，你唯一的辦法就是買我們的理財產品挽回損失。哎，他也知道恆大暴雷，這錢要不回來了，他很清楚啊。我在問他啊，我說你們這個產品具體用到什麼項目，有什麼擔保措施，有什麼風控手段，他答不上來的啊。然後他就跟我講一通政策，國家這個支持新能源發展，我們這個融的資金就是支持新能源，符合國家產業政策。我說你到底什麼項目？然後他就說什麼底層資產啊，是上市公司，是新能源企業。後來我就說你這是不是資金池吧？他說是的。我說那你這個很快啊就要暴雷。他不信，覺得我拿他開玩笑。這個我當時就做了節目，對不對？大家可以翻以前節目看。我當時就說了，你這個要暴雷啊！你看看中植暴雷，實際上沒過多少天是吧？沒過1年，應該是2022年10月份，中植就開始暴雷。中植暴雷，恆大暴雷，居然還有人去理財，買什麼浙金中心的產品。說實話啊，這些所謂的受害人，對吧？應該由他們自己去承擔責任，不應該這個浪費這個國家的行政力量。本來你花錢養了這麼多人不容易，對吧？他有好多事要幹，結果大部分資源、大部分人力就幹這些事去了，追贓完損。哪怕現在啊，中植已經宣判了，然後那個浙金中心
人也抓了，照樣有人還在理財，執迷不悟啊，对吧？照樣有人把錢往這個股市裡面放，認為自己啊一買一賣就能財富自由，這叫做什麼夢呢？傾巢之下安有完卵？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資產都在縮水，這個不縮水的資產，對吧？也就是我們說的啊，資產荒。為什麼叫資產荒？就是好的資產沒有，非常少，所有的資產都在縮水。那麼好的資產有，但是非常少，這就是韭菜你夠不到。真正賺錢的跟你韭菜沒關係，那都是權貴婆羅门的遊戲，你只能遠觀，你想參與，你能參與上的都是各種局，都需要你來買單的，对吧？你比如說摩爾县城上市大興一級市場，你能玩得了嗎？你有錢你也投不了啊，你能投，等你能投的时候，那個摩尔县城它上不了市，对吧？只有某些神秘力量投了之后，它才能一路绿燈，对吧？跑步上市，然後人家賺個幾百倍。這些遊戲不是韭菜能玩的，不是給韭菜設計的，這個遊戲是設計割韭菜的，對吧？還有韭菜自己把腦袋伸進去讓人割，然後認為自己啊賺錢了，自己聰明。大家關注沒關注最近在港股上市的幾個企業，對吧？好像4、5個吧，統統破發，就是跌破發行價，你發行價10塊，收盤的時候變成4塊，為什麼？但是你看胡適有沒有跌破發行價的？當天啊，上市當天跌破發行價，為什麼？对吧？也就是相比而言，港股比咱們胡適還要成熟一些，对吧？你像在這兒圈錢講故事沒門，你自己賣給自己吧，沒人買。你看咱們這新股一上市都是幾倍幾十倍的漲，他設計這種機制啊，就是割韭菜的機制。賈躍亭賈老板這個法拉利未來在美國上市，他能融到錢嗎？他在圈自己的錢，會有人買他的股票嗎？但是他要是在胡適上市，那对不起，对吧？他那股票最起碼翻多少倍？這個例子活生生的啊，那就是360，對吧？這麼一家公司在美國他是混不下去了，美國人不認你這什麼安全公司，你無非就是掌握用戶的這個隱私，所以在美股他混不下去啊。人家私有化一回國之後變成科技股，人家股價漲了多少倍，对吧？市值翻幾倍，說明什麼？說明這個胡適這傻叉太多啊，不回來割的不好意思。這就是為什麼萬達還有這個恆大，他不是在港股上市的嗎？死乞白賴要回到胡適幹什麼呢？這人傻錢多啊，大家不會忘了吧？萬達是從港股退市的啊，私有化的。為什麼要私有化？就因為他在香港圈不到錢。恆大也是的，恆大在香港股上市，對吧？他死乞白賴借殼回歸 A 股，為什麼 ？A 股的錢太多，好割，多捐點錢。那你要想一想，為什麼我們的市場是這樣子的？所以你把這個搞明白之後，對吧？你不會指望着在這個市場你能發家致富，對吧？你只能是小賭怡情啊，就是賭博。所以說今天啊，這兩個資本大佬，一個被抓，一個被判，實際上標誌着啊，這一個時代過去了，空手套白狼的時候，對吧？已經不行了。我們再看看這胡锡進老師啊，今天啊，這個又是治安管理處罰法上了熱搜啊。上一次是因為這個什麼，好像這個吸毒什麼犯罪記錄被隱藏是吧？上了熱搜，好多人熱議。今天是治安管理處罰法引起熱議，它是引起熱議什麼原因呢？也就是媒體報道啊，說這個從2020年1月1號起啊，說對這個傳播淫穢信息加大了處罰力度。具體的說什麼呢？說就是點對點，就是個人給個人通過手機啊發送這種，比如說裸照啊、視頻啊那些什麼，對吧？黄色的，好，你這就是犯法了。点对点的也不行，你在群裡面发，那你是对吧？傳播，但是点对点发也不行了啊。從1月1號開始，當然了，這個是媒體解讀啊。那麼我看胡锡進老師也評論說啊，要防止片面歪曲解讀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反對在司法實踐中過度定義傳播淫穢信息。胡锡進老師說啊，夫妻之間、情侶之間點對點發信息示愛、調情，不應被列入傳播淫穢信息範疇，因為那太過分了。胡锡進說啊，比如夫妻或情侶在床笫之間，一方拍了照片，然後通過微信傳給對方。老胡在新法條文裡，這叫新法條文裡啊，看不到這些，也要納入管理的暗示。夫妻情侶間的這種情趣，如在微信群裡傳播淫穢圖像，有着本質區別，不具有社會危害性。性有善惡之分，沒有對性的興趣，生育如何提高？公共政策應避免對性的過度嚴厲，留一點曖昧的空間，特別是充分尊重情侶之間示愛方式，這應視為社會氛圍健康進步的一部分。新版治安管理處罰法1月1日就要開始執行，希望各地準確理解，堅決杜絕層層加碼的走偏。這胡錫進老師這個評論，我感覺還是應該給點個讚啊，相對正向。
像的，对吧？但是有网友就说了，那胡一静老师他肯定是学了人体摄影，对吧？现在你搞人体摄影，那就是走在这个违法犯罪的这个邊緣。你人體攝影攝影完了，你不得發給模特嗎？那不是變成了點對點的傳播淫穢信息了嗎？所以這個1月1號以後，這胡一靜老師愛好也得改呀，危險，對吧？把它打成照片送給人家，你發是不行的啊，你犯法了。但這是開玩笑啊，反正胡一靜老師比較關心這個，關心的也對啊。這讓我想起了這個，對吧？這個地保老人，對吧？地保老人把那些正在談戀愛的那些年輕人送到前線送死當耗材，對吧？自己一把老骨頭躲在那個地下室正熱戀，對吧？正在一見鍾情。出台這個法律啊，也有點這個意思。首先一個，你看啊，就是實際上發這種東西比較多的是誰呢？就是各種關於當官的，對吧？被人拍了裸照或者視頻，到這網上到這人檢舉揭發嘛，對吧？網上不動不動有這樣的吧？有女的，對吧？實名舉報這個哪個當官的，或者哪個他導師或者什麼的，對吧？然後有拍的那個不雅視頻或者照片，還有文字嘛，描寫，對吧？那都是淫穢信息啊！你在網上一舉報，好，你犯法了，你先犯法，讓你舉報，實際上就形成了這麼一個效果，管天管地，對吧？管褲襠，什麼都要管。現在這個生育率這麼低，結婚率也低，對吧？然後胡一靜老師還說了，現在是性蕭條時代，然後你要加大對黃色的這種定義的範圍，對吧？什麼玩意都涉黃，都是打壓對象。你照這個趨勢下去，那很快就要成為伊朗、阿富汗，對吧？這女人搞個頭巾上街吧，就露兩個眼睛。還是那句話啊，它初衷是好的，一定是這樣子的。這立法的初衷啊是好的。然後呢，對吧？叫高標準立法，然後普遍性違法，因為把標準一提高呢，大家都違法。違法人多了，是不是？你把那個門檻搞高一點，對不？大家都違法嘛，都違法，然後就是選擇性執法，對吧？有些人我就不管，就管你那些調皮搗蛋的，那不就這意思嗎？對吧？如果你限制啊，自行車不能超過5公里每小時，那你多少人要違章啊？哎，我不是所有人都抓，對吧？我就抓那些看不順眼的。實際上這個法律啊，這個就有點這個意思。這我在想啊，這個本質上呢，還是因為經濟下行，經濟低迷啊。一方面是越管越死，對吧？你經濟越低迷，它越要各方面要管控。第二個就是經濟越低迷，對吧？它要開源嘛，開源就是對吧？你看你這個違反行政處罰，那就是罰款呢，最輕的是罰款嘛，要麼就是拘留15天，對吧？刑拘。這樣的話，你這個收錢的路子就多了，對吧？一方面是嚴控，第二個方面是開源，又可以罰款。所以說啊，說來說去啊，就是因為沒錢，沒錢的就是想賈，所以連胡一靜老師啊都出來這個說兩句啊。但是胡一靜認為是不要層層加碼。胡一靜老師說這個法他沒問題，就怕在執行中啊層層加碼。說實話，我這大家仔細想一想，我也不知道他這個礙着誰了，對吧？妨礙誰了？就是點對點發這東西妨礙誰了，對吧？人家不喜歡的、不願意的，光他給他拉黑了，他也發不了了。所以說啊，這個怎麼說呢？該管的沒管，對吧？那些文物，對吧？監守自盜，他管不了。牛馬一管一個準，連胡一靜老師啊，這個人體攝影這愛好都要改一改了，充滿了風險呢。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